咱耳朵嘅朋友在呢啲更加強下呢啲聽呢個上帝嘅福音，在馬太福音7:24節樣講到，每一人聽啊嘅話，就啊嘅話去做，佢就係越用了聰明智慧嘅人，佢行一嘅目，行一嘅心靈，去殺古頓，嗱係講颱風用熱嚟，嘅風。你嚟，佢都唔會盡係咩意思呢？每人聽啊嘅話，你主耶穌講，就啊嘅話去做，佢嘅信心，佢嘅心中得到強，因為佢起出殺古頓嘅，殺古頓都係噴殺都係耶穌基督信心，起出耶穌基督熱天即刻得到強嘅信心，問題熱嚟即刻唔會弱下去，咪。痛苦熱嚟，即刻唔係答落去，因為到即刻依靠耶穌基督係即刻嘅憑殺，係即刻嘅上帝。嗱，佢接喺7:26嚟講，係嚟實聽啊嘅話，冇就啊話去做，佢都屬於恩雅嘅人，係風前熱嚟，佢盡係因為佢起一嘅目，一嘅信心，才殺掉啲風前熱嚟，達到。盡下去嘅信心，嗱，相信耶穌即刻得到強嘅信心，得到好嘅力量，阿們。